然后这边写就是打水的时候，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因为这个过去的时候呢，每家每户都是要去外面打水进来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今天那个水是在水井里面的水也好，河流的水也好，反正就什么样子的水都没有关系。自己拿进来的时候，准备拿进来之前，先就供养上去，然后再把它装到自己的容器里面带回来。这就是我们平常在吃饭前作为供养一样的道理，这两个都是一样的道理啊。好，那前面的部分呢，就是这里是比较重要。为什么说比较重要？这些都是比较简单，都可以听得懂。但是这些都是很大的功德，而且是不需要经过特别多的努力跟辛苦，但也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就非常重要。大家今天这样听了以后呢，以后就一定要想起。那么想起是从现在听了以后，从现在开始就一定要不要忘记，不然的话过了几天以后呢，肯定就什么都想不起来的话，那就又是一个机会。那很多的时候这些是非常简单，很容易听得懂，但是这些都是非常殊胜的方办法嘛，而且是在不共内潜行当中讲的，所以非常重要。再将水进入自己的水器，自己获得现实幸福、安乐、名誉等等，无论出现任何希求欲之事，都以诚心意念，只是三宝的大悲心所成。首先供养三宝，自己升起恭敬心，并观清净心，自己顶礼供养观修本尊、念诵咒语等所成办的一切善根，也应当供养三宝。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在做功课后的回向的时候，都是可以这样想。我们今天如果是做到一些功德，觉得自己比较欢喜的时候，也首先要知道三宝的恩德，也可以向过去生的殊胜的因缘，三宝的加持，今天有了这么殊胜的因缘，有这么殊胜的机会，有做到这些的这个善的功德，所以一切功德也是先供养给三宝，然后再回向于一切众生。本身自己成为一个佛门弟子以后呢，本来的想法就是所谓的自己。今天不管是有我也好，没有我也好，有没有我的存在，这就是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当中，就世俗地、圣义地的这种就是概念同也好，不同也，这些都没有关系。反正自己呢，就是已经供养给三宝的，而且已经布施给一切众生的。那么自己就是已经不是什么属于自己的，是三宝的，是一切众生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所以就是佛的弟子然后释迦牟尼佛呢，怎么成佛的？因为为了所有一切的众生修持佛法而最后成佛的。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利益一切众生而修持佛法，而且是讲给我们这么多的殊胜的佛法。所以我也是成为了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那如同佛一样，自己的身苦亦不属于自己的，是属于佛的，属于众生的。以这个概念是基本的要一个概念。然后平常祈愿的时候呢，就要如菩萨行论当中所讲的一样，将自己的所谓的一举一动都变成能够可以利益众生的。那么我们的上师法王本那个宗平常都是他的祈愿是，他能够可以变成利益一切众生，甚至经过他的风向的一切众生都是，即透过一次的风向，经过的风然后吹到的众生，都是种下了一个能够可以解脱的种子。
它将来呢就是变成就相当就是有些众生呢把它当作食物来，能够可以吃它的身体或者吸它的血的这些小宠物等等，这些一切都是变成能够得到甘露而能够可以再解脱然后就变成桥梁，能够可以利益一切众生，变成大马路，能够可以经过的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可以成佛，以这样不断的以这样的为众生的祈祷跟发心。那么这些呢就是上师们都共同的有这些成愿和这些祈愿。那我们也一样，我们经常都是需要这样的发愿。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学佛的人来说到，就必须得要长期有的一个祈愿跟长期有的一个概念。在藏历每月的15、30日、60中，应当尽可能供养三宝。那么这些来说到，我们平常都是会有那个嘛，会有这个很多那种佛以及菩萨过去高僧大德们，那么就是书生的转法轮的时间，或者是在有些佛陀成佛的时间等等，诞生的时间等等，以很多的书生的这个时间，然后加上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这个龙泉净土传承的尼玛派的一个弟子来说的话，那就初10跟25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最重要的2天是初10跟25的时间，然后同时呢，其他的那这些15也好，那么30日也好，或者是还有就不管是在这个汉传也好，不管是藏传也好，大家都共同认定的这些佛菩萨的这些诞生日也好，佛菩萨成佛日也好，发愿日也好，什么生日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时候呢都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说重要呢？因为加持力大，然后功德都是变得就是会更多更增加的。这加上呢就是平常我们都说我们自己修持，刚是自己修持还不够，然后我们就是要回向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发愿嘛。我们今天做一点点的功德，把这个功德回向的时候呢，怎么回向呢？我们就跟随着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过去为一切众生怎么回向的，我也如此的回向，那这个功德才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很大。那今天如果是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文殊菩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他做一个功德，拿多少个一些善心的大德嘛，会跟他一起做这个功德，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希望很多人就是跟文殊菩萨一起做功德嘛。原因是什么？是非常殊胜所以同样的，我们现在就是看一些高僧大德、上师、善知识们发愿做一个佛心事业的时候，那我们也是在点底的这个功德进入在他的功德海里面呢，那就非常殊胜的。同样的这些节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跟平日不一样的功德的时候，那就功德会更大的。然后就同时做功德一样，那一天，那我们就是从实践的这些，比如说家庭的生活当中，就是在家庭的生活，为了生活，就是会有很多的烦恼的事情会有很多的不清净的一些，因为是生活嘛，所以这些呢，就是那这种时候节日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可以再避免一下，然后这就是什么呢？断恶然后尽量的多做做功德，多做做善事的情况下，那就是修善嘛。修善断恶是平常都很重要，但是这些节日的时候更为重要平时不间断供养三宝，随时随地都不应忘记，无论是苦是乐，回归三宝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如果在梦中升起恐惧部位的时候能够皈依，那么在中阴界也能做到。
这个是非常关键，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跟其他地方有些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在中医文物本证的发方面是，至少每一个人都听到所谓的文物本证，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本证，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法，比较清楚的。所以所谓的文物本证呢，就是中医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成佛的一个这样的法门。最殊胜的，整个的在藏传佛教当中来说到，就是实际的，就是修持的一个众生，或者实际想要解脱的一个众生来说到，没有比文物本证法更殊胜。所以这里面，今天我们讲到不共内谦心的这个皈依的时候呢，今天这里面讲的都是观想皈依的方面，但是我们要知道，这跟中医是直接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就是从皈依的开始，我们就是连修皈依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观想皈依境在自己的心间，或者是自己的征途上入睡的情况下，那么它的功德可以梦可以转化，能够可以在成就了梦都能转化的情况下，那我们中医的时候说到这些空句中医的时候出现这些所有的这些空句，也是可以转化成为诸佛菩萨的实现，也转化成为净土的，所以就非常重要的。因此在没有如此做到之前，应精进修念皈依。所以就关键在这里，没有做到之前，应精勤非常精进的勤劳的就修持皈依，然后在日夜不间断的修持的情况下，这就是会做得到的。所以这里讲没有做到之前，必须的要精进努力的修持，这就是说明你就好好的修持，就一定会达到这样的一个功德。所以这个方面对佛法对传承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有信心有精进努力的修持，当然会达到这样的一个功德的。自本作灵着光